定在这个厂里。队长，走。是。这家伙刚跑。 走，走，分开走。是。别跑！红梅，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接着搜。是。 是。去那边看看。这砸的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出任务哪有不受伤的？还没事儿，你看的只是淤青，针消下去也得10天半个月的，要真留下病根儿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啊，行行行行，以后我注意还不行吗？ 那你答应我了啊，以后多注意点啊。拿着这个，什么呀？啊？哪儿来的？哎，谁让你吃了？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，熟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。啊？那这多浪费啊！啊，还有一个，香啊！好，来，把线顺出去。 对啊，你可够警惕的，能发现喇叭有问题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，我只是觉得，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，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。哎，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？这是利用纸盆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，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，原理也是一样的。食物的阻抗不一样，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。这样，咱们做个测试吧。测试？这什么声音？这样就行了吗？他们能听见吗？应该是差不多了。 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反向窃听，帮专项组找出问题。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？庞红梅啊，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出类拔萃。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，差点儿。开始测试。 呼叫陈队长。呼叫陈队长。这个鸡蛋羊，
说我生活不能自理，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？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，即便说了，也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，你怎么还向着他呀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，知道吗？哎，人家说的可是你，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。队长，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，跟他是一伙的？你也不能这么小气，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，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，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，而且非常有天赋，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。你来给我分析分析，在我们这个厂里，谁有这个便利，能在广播线上做受教？肯定还是内鬼啊！内鬼，哎呦，你还别说啊，这特务的字儿，他写的还挺漂亮。队长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贾周俊？毕竟书画不分家。想到一块了。报告，队长。啊，有什么收获？队长又拉了一遍网，没发现特务，又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跑了。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，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。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，房子一直空着。要不要调查？刘科长离开卢门快1年了，1年前的水利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，应该不是他。现在谁管线路，后勤谁负责，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。同志们，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，一定要把他挖出来。是。谢谢。你可真行，让我瞎编，当时我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好好的一场会，全被咱俩给搅和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还好有你解围，不然啊，我就露馅了。你别说，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，还没收他们学费呢。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？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工呗。可以啊，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，都学会临危不乱了。哎，队长，你们都在呢。李科长，报的什么呀？这么多？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，你说巧不巧？正好108个，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。行了，你放那儿吧。这些啊，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一筛。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，又来一堆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？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？哎呀，广明啊，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，能有进展吗？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，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。是。可以，再往下点，别那么使劲儿。啊，好嘞，师傅。可以。行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。哎呦，哎，看什么看？啊，你眼睛不要了？不知道电焊壶打眼啊？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再多看一会儿，你这眼睛都得瞎了。现在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师傅，渴了吧？给您拿点水。哎，我稍微问一下，车间哪位是牛佩仙牛师傅呀？巧了，你面前啊，这位就是8级焊工、8级大工匠，我师傅牛佩仙。什么8级？老母猪吃屎了？8级。牛师傅，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，说整个车间啊，就是您的手艺最好。这话不假，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，没有他不会的。你不说话，能叫话憋死。牛师傅，您帮我看看，我想设计一个部件。看着挺复杂，干什么用？有打听。进厂的时候，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呀？闷头干活，少打听。你刚才焊的还有一个沙眼儿，给我补上去，快。好，不。哎，同志，走，咱往那边。哎，好。哎，我看看，
这图纸是你设计的？啊，对，您看设计的行吗？这图纸画的好啊，小伙子，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，是吧？我呀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，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，这是飞机上的暖壶，高水平呐！牛师傅，您太客气了。您看看这能做吗？哎呀，厂子里派我们来，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？你这个图纸啊，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来。1个月啊？能再快点吗？你想多快？明天肯定是不行了。哎呀，就你这个图啊，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的。行，那就麻烦您了，牛师傅。我这图纸啊，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，您就跟我说，咱们一起改进改进。挺好的。半个月，真的行？小伙子，我姓牛可不吹牛，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一定给你弄出来。行，那也太麻烦您了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季，叫季丹阳。我这话搁这儿了，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。行，承蒙季爷。东升啊，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帮我想想辙啊。我看看。我不管啊，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。行，这个事情我想想看。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想办法？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。没什么，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。嗯，对，我们聊点私事。私事？啊。嗯。跟我有关吗？没关。真的？真的。贺喜文都告诉你了？我用他告诉我吗？我是干什么的呀？拿出来。你别生气啊。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？红梅啊，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。通过这个手串啊，我们精确的算出，哎，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2氧化钛的含量高达95%以上。这金红石啊，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。红梅，真的，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，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。谢谢你啊，真的谢谢你，千万别生气。哎。你看看，他都这么说了，我能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季丹阳同志，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，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。那能做点贡献，我不高兴吗？我高兴啊，我肯定高兴啊，是不是？真的？我生气的是什么？这个事情，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，你不问问我？红梅啊，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啊？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我们3个人的事情。哎，手串这件事情上，你就是局外人。红梅，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。哎，丹阳，没必要较这个真儿。有必要，你的手串，我的手串。行，季丹阳同志，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出来了，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我等着这一天，一言为定。好。我说到做到。慢点，慢点。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，都快飞起来了。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，压抑他压抑的太久了。哎，红梅，这手串呢，碎都碎了，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？我说东升同志，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。你想想，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找到太光石了。这不好事吗？
啊，那也没必要这样。你了解他，我了解他呀。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，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太皇石。这几天不见，红梅同志成熟了。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队长，啊，队长，红梅，坐下说。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，他们对这个碾头头的身份进行了查明。他这个人啊，经常往返于卢门和广东之间，是做采购生意的。采购？采购什么？主要是辣椒。辣椒？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？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，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跑得这么频繁，一定有问题。那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，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，所以这就是个线索。我想这个碾头头肯定还会再来卢门。丁姐，你要盯紧点。是。回来了啊，洗衣服呢。啊。光明，你过得好吗？我在香港很好。每次香港下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格外想你。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，我开心不起来。我会想起我们的初始，我们的曾经，一切美好的日子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磐石行动，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2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。光明，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，你使我的心里充满光明。白慧，你听话。谁呀？季专家的，快接。喂，丹阳，有事吗？喂，白慧，明天周末你有空吗？啊，我应该有时间吧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明天正好周末，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。啊，好啊，我陪你去。这次啊，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。那我们说好了，明天下午1点半，常理一起出发。啊，好，那明天见。再见。季专家约你出去玩啊？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。哦。东西拿到了，有公安盯着。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会是真的吗？看来你是真拿到了。
什么意思？考验我，还是试探我？把我当什么了？不是我，雪狼，他就是想看看鬼鲛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。该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，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我说过的，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。你想当好人啊？我也想啊，抹掉过去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鬼鲛的名声，一辈子你都抹不掉。鬼鲛死了，怎么死了呢？东西谁拿的？我拿的呀。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，鬼鲛就活了。鬼鲛是死是活，我说了算。一会儿卸完针，赶快走吧。你这可不像医生说的话啊！治病救人，医者本分。我这病还真得靠你。怕我把你扎死？看来鬼鲛真的是变了。我说啊，你别总为自己着想，你替小慧想想。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鲛，他以后怎么办呢？爸。哎，小慧。哎，回来了。赖师傅好。哎，下班了，小慧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明天下午要去趟东山。大阳说想让我陪他去犀牛角再找青黄石。星期天也不休息啊？爬山嘛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好。赖叔，我先上去了啊。哎。犀牛角那地方我熟。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，我饶不了你。你看，我觉得这块咱们得这样，看这个线索查下去。好的。喂，哎，老师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。哎，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。行，什么任务？下午呢，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。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。不是你陪他去吗？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？我得过去一趟。提醒你点，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，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儿，别让他跟不上。行，放心吧。行，那我去了。爸，我走了。哎，小慧啊，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？这怎么了？犀牛角我闭着眼睛就能上去，没事儿。难得有个星期天，你又去瞎跑。你看看，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。这个名字呢，我都写到纸包上了。你替爸爸跑一趟吧。爸，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？哎呦，你这3包药都是城西的，离东山太远了，而且我跟大阳都说好了，1点半厂里集合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磨磨蹭蹭了，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？啊，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，你就帮他送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那我晚上回来送。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，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那都是患者为大的，啊。来吧来吧，帮爸爸个忙。哎，爸，你看你这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，你真是，你非得今天。受累了，受累了。哎，注意安全。
季专家，哎，丁姐，怎么是你啊？红梅呢？啊，红梅啊，临时有任务，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，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，怕你跟不上。还想跟他比试比试呢。都1点半了，白慧怎么还没来啊？哎呦，季专家，咱就别等了，咱们现在出发啊，天黑之前都不一定能赶回来。安全起见，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。啊，是，找监护室重要吗？这样，一会儿跟门卫说一声，要是白慧来了，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。行，上车吧，走。季专家，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？能不能找到，就看我们功夫下的深不深了。哎，丁姐，这都没人，你不用总跟着我。那不行，季专家，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，就这种环境啊，特别适合敌人隐藏。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，行踪不定。放心吧，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。他们总不至于在这守株待兔吧？放心吧，小心点好。走。快到了吧？快到了，前面就是。徐专家小心！在这别动。怎么了？一惊一乍，跟彭红梅似的。小心无大错嘛。果然在这儿，我都等你很久了。怎么着？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？明白就好。我当然明白，我就怕你不明白。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，徐文正你看见没有？那就是你的下场。说大话会压寒气的。你应该了解雪狼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你得为小慧想想。傅伯，啊，小慧来了。啊，傅伯伯，哎，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，那个他说您着急药。我也不急啊，上批的药还有2天的量呢。啊？那他可能是担心，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。那我先不说了，我还得去送药呢。这是照相馆的老唐和梁户的小好。哎呀，这2户我帮你送，前后街的事儿。您认识他们？你忘了？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了？忘了，您是老警察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傅伯。嗯，慢走啊。说吧，雪狼干嘛非要拉我出山啊？因为你是鬼枭啊。寇老板对于磐石行动极为重视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。雪狼躲了这么多年，连个人影都不见，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？嗯？行啊，想拉我出山也可以，除非他亲自来找我。你，还不够格。
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。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呢？这就对了，终于上道理。说吧，怎么见到雪狼？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，他怎么可能见你？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？专家来了。季专家，哎，喝点水。哎，我说季专家，你这个体能啊，跟红梅可是不能比啊。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？前面大概再走个20-30分钟吧。这是个什么地儿？关帝庙。鬼笑，见雪狼的敲门者来了。你要是抓不住机会，那我可抢功了啊！周围一定还有公安，保护他。你要是放过他，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。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，啊！做事情要不露声色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行啊，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鬼枭的手段。什么叫高级？要不这样，季专家，咱们先进去休息2分钟，再继续赶路。也行，反正有点时间，先歇会儿。哎，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儿吗？上山找你爸去啊？不是，我爸今天没上东山。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。什么时候？哎，上去好一会儿了。哦，哎，说再见。哎，哎，这块金红石。哎，你看这有块金红石。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，再找找。等一下，季专家。哎，丁姐，你看那边，那个有点像西红柿。哎，那个好像也是。不行，我得下去一趟。哎。这太高了，太危险了，也就10来米，没事儿。这样，季专家，我先下去看看。你怎么下去啊？你从哪儿下呀？季专家，这边有藤蔓，这样，你在下面等着我，我先下去探一探路啊。行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怎么样啊，丁姐？我还好，小心点啊！你小心点啊！怎么样了，丁姐？我没事，我再下去探探。
你来还是我来啊？你要干什么？疯了你！干掉他呀！姓赖的，给自己留个后路吧，这活不是这么干的。白明翰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要放过他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。站住！回来干正事儿。姓赖的，要杀了我吗？来呀！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，干了这票，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。不许你提我的女儿！这一趟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，意外的现场，懂吗？否则的话，你我们两个谁也跑不了。我快到顶了，局专家，局专家，局专家，这。陆盘，你这后路留的有点意思啊，活干得漂亮。我代表雪狼，欢迎鬼骁归队。你代表不了雪狼，回去告诉雪狼，他让我干的事儿，我给他干了。你放心，话我一定带到。我相信雪狼很快就会见你的。大洋，大洋，你怎么了？让你醒醒了！你怎么了，大洋？大洋，你别吓我，大洋！大洋，大洋！徐专家，徐专家，徐专家，金大洋，金大洋。师傅，求求你帮我救一个人，一个人从身上掉下来了。走，在哪儿？何主任，快救人！快人警方！怎么了？大洋从身上掉下来了，快去急诊室，小心啊！大慧，快去找夏院长，快去！是。豌豆黄，哎。你洗完手再吃啊？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，将来怎么嫁人啊？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，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？啊，你说你都多大了啊？哎呀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你吃一个，老师。我不吃，
不是，你吃这个真好吃。哎，老姜来了。对啊。哎，听说有进展了。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，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2个人，一个叫赖长青，一个叫郝东阳。这是他们的资料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，没有照片。那就从学校找，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。好。喂，哎，这个。好。什么？季丹阳出事了？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。好。喂，哎，这个。好。什么？季丹阳出事了？丁姐，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。我就不该下悬崖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季专家坠崖，白慧把他救回来的，现在正在抢救。红梅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，我就不该让你去，怎么能犯这种错误？行了，张局，情况怎么样？头部受伤，正在抢救，我们都在等消息。夏院长，情况怎么样？幸亏送来的及时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是头部受了重伤，现在还在昏迷中。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现在不好判断。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。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，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。丹阳，季专家，季专家，请不要动他，刚做完手术。丹阳。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别担心啊，百惠，一定会好起来的哈。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？丁杰，记大过一次，停止检查。是。庞红梅，暂停专项组的工作，做深刻检查。是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执行。事发现场还有谁？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，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。白慧，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？是。你去东山做什么？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，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，后来我家里有点事，耽误了。后去的东山。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？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，我知道他要去那儿，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，
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。那你去东山的时候，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？哎，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。什么时候？上去好一会儿了。没有看见什么人。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，有谁知道吗？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，约我去东山，身边有陆珊珊、张玲、杜芳，再没有别人了。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想，他们应该知道吧。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，挨了一下。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，应该倒下才对，怎么会滚落山崖呢？队长，要是我也会先下。这事儿吧，不能全怪丁姐。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是。哎，多谢啊。谢谢。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，头在这边，脚在那边。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，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。依我看，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，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，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。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2次，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。哦，百惠，你当时发现季丹阳后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当时也懵了，他昏迷不醒，然后头后面都是血，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，因为不确定伤势，我没敢移动他，就赶紧跑去找人了。啊，那行。觉得吧，这个剂量，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，有点偏差。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，咱们需要重新。希文，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室。就为了这么点监控室，差点把命都给丢了。丹阳太冲动了。他也是为了水地工程。裴正，这些够用吗？做实验的话足够了。那这个，我替丹阳保管。真没想到，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，今天人就躺着了。珊珊，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。你没发现吗？他就是个货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脱不了干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白慧是救他的人。救他？那他为什么没专案组审查呀？你看见他被审查了？那是问询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早有吃亏。红梅，红梅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被停职，你要想见他，这得队长批准，别让我为难。不是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就见他一眼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不进去行吗？
白大夫，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调查我不管，让我进去。哎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怎么不能进去？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，我当爸爸的给送饭，怎么不行呢？白大夫，我们会给他打饭的，这是规定，还请您配合。你们给他打饭，你们给他打饭，我不放心。他吃我的吃惯了，你让我进去。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？注意态度。白大夫，对不起，他们态度不好，我呢向您道歉。陈队长，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？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，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我想知道。白慧呢，现在正在接受调查，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，我会亲自送她回去。用不着，我在这等她，你们快调查吧。啊，好，那您稍等，我进去看看情况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，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。这样吧，你先让他回家吧。是。队长，这是记录。好。哎呀，这一天折腾，累了吧？啊，先歇会儿吧。爸，先去做饭啊。爸，大慧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上东山了？东山，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！啊，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出诊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，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，然后你自己上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小慧，你说爸爸欺骗你，啊？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？砍柴的霍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，就在犀牛角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是，爸爸是先出诊，这我一看那时间还早啊，上山去采点药吧。家里的草药不够了，我不采怎么办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爸爸过去采药，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？什么时候爸爸必须给跟你汇报一下呀？可是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，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，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，我不敢说呀，就是因为你呀，爸。因为我什么呢？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，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，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，你逃脱不了干系的。我又没干什么坏事，我逃什么呀？公安来问我好了，我怎么了？有一点你给清楚，爸爸是行医的，是救人的，不是害人的。那爸，那你看见季丹阳了吗？为什么季丹阳就给我看到啊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我没见到你，见到他了。有这个逻辑吗？是你让我去送药，我没来得及跟季丹阳会合，然后他自己上去了，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爸，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。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。不是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没让我上去，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，丹阳怎么就掉下来了？你这个问题，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。我告诉你，孩子，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？季丹阳是你救的，别再捣乱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做饭去。爸，这个孩子真是跟爸爸较上劲儿。小慧，爸爸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。爸，小慧，别动。对不起，爸，就是不想你离开我。傻孩子，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？爸，我们离开这儿吧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去乡下种地。你要是没力气干活，我养活你，或者去海边当渔民，反正走得越远越好。
小慧，做噩梦了吧？靠力气吃饭，你连自己都养不了，还养爸爸呀？爸爸不会拖累你。我不怕你拖累，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爸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爸爸怎么能骗你呢？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姬丹阳？哎呀，小慧，爸爸说多少次了？没有，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。可是我就是害怕呀。你怕什么呢？你看看我们家，爸爸是行医的，你是护士，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，没做过坏事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怕你有事瞒着我。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，别人不了解爸爸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，你相信爸爸吗？好了，别折磨自己了，小慧。爸爸去热饭，赶快下楼去吃饭，好吗？哎，真是。刘妈，刘妈，白大夫回来了，老沈呢？老沈牺牲了，别让孩子知道。把他叫起来吧。小慧，快醒醒，看看谁来了。白叔叔。哎呦，小慧，想叔叔了吗？白叔叔，我爸爸呢？你爸爸出远门了，要很长时间才回来。你爸爸呢？让叔叔带你走，来看看，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？保存好了。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？愿意。现在，走。又长高了。刘妈，那我们走了，再见。慢走啊。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木兰花，我心中发芽。木兰花，饱含离别那句话。木兰花，等你回答。满天繁星，你的眼睛。木兰枝桠，你的背影。从未远行，陪我到黎明。来，多吃菜啊！怎么样？妈，我给买这个喜欢吗？喜欢。还行吧？大口吃。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。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。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。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是愿普救寒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。长幼言痴，愿亲善友，华夷于志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生命。金牧师，你在哪？
你在香港都没事，在卢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。爸，我上班去了。小慧啊，你现在去上班，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。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在家休息，请2天假。我不想请假，丹阳还等着我照顾呢。哎呀，现在这个状况，你以为你去了，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差，我如果不去，我心里会难受，丹阳也一定会怪我。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？如果我去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哎，怪爸爸，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。爸，丹阳还在昏迷，你能不能治好他？哎呀，丫头，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，行不行？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！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，为什么丹阳不行啊？这不是一回事儿啊！都是救人啊！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？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，治活了就行。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。那季专家行吗？季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，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，治不好呢，后果你想过吗？那还能比现在差吗？好了好了，孩子，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，不操心了，行吗？啊？哎，真是。这是履历表，还有革命后的简历，你看一下。好。队长。队长，给我派个任务吧。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，但我不想闲着。什么任务都行。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季专家的安全，现在人手不够，我跟张局请示过了，你可以去陪护季丹阳。什么？陪护季专家？怎么，不想去啊？那就……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白慧啊，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想工作，丹阳还需要我照顾呢。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，也很努力，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。葛云姐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，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。哎呀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？你看你眼睛都红了。百惠，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，我也替你说过话了，但是领导说呢，如果你不想休息，想继续工作，那你最近只能在1楼工作，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2楼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领导嘛，肯定是想谨慎一些，你理解一下啊。我不理解，葛云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了，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丹阳吗？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样，最近呢，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，你别多想。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？夏院长。张局长，出宫。夏院长，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，
专家们也是刚走。那有治疗方案了吗？有2个治疗方案，但是都具有风险。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，压迫了中枢神经，即便是醒过来的话，也很有可能会瘫痪。未来会怎么样，不好判断。这么严重啊？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，就从北京、上海请吧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。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，关键是北京离卢门有7天的路程，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。不确定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会恶化？一旦病情发生变化，危险会很大。辛苦了。没事儿。他怎么样？老样子，真让人担心啊！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。好，你回吧，这里交给我。行，辛苦了。庞同志，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？这事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？什么意思？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2楼的工作呢？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，别听风就是雨的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我先走了，辛苦。或许就是没问题呗。没问题，为啥不上2楼？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，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，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？你们2个议论什么呢？发生这么大事儿，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？就是。陆秘书，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，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瞎打听。白慧是救了季专家的女英雄，她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，不准你们瞎议论。那谁知道？这不自信。刚才说什么了？啊？当耳破风是吧？赶紧走。白慧同志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，陆秘书。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，我知道，你受委屈了。哎，不过我是相信你的，你一直是那么优秀。谢谢陆秘书。
你有些时候啊，就太老实了。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？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，那害得你受牵连。找时间啊，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，不能总冤枉好人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我明白岳领导想谨慎一点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是，那是肯定的。不过我就一句话，不白慧能委屈了自己。哎，葛云姐，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不好意思，陆秘书。哎，葛云姐，你看看啊，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陆秘书闻着风就来。葛云姐，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，谢谢啊。干嘛一天板个脸啊？这还是我认识的百惠吗？来，我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。白慧，红梅姐，这2天都没睡好吧？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我听说你被停职了。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他。组织有任何处罚，我都接受。焦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？也许等他气消了，你就能复职了。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，是我的问题。红梅姐，我真的好内疚，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，怪我知道，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。小慧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，他都没有倒下。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。我那天一直在想，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？我听东升他们说，你那天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，是真的吗？小慧，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，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。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，认真想一想，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？我想过无数次，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，我没有看到过他，我没有见过任何人。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？百惠，你看到现在季丹阳的状况了，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，可能只有你爸爸了。你去求求他好不好？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季丹阳，好吗？我问过他了，他说他心里没底。就照这个去抓药，啊，完了按时服用，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，啊。好的。回去好好吃药，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。谢谢白大夫。这是饭后还是饭前？饭后。白大夫，请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，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庞公安，庞公安，过来有事啊？你也没病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白大夫，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。治病？你有什么病？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，得的是心病吧？我相信，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，就一定能治好季丹阳。张阿水是特务，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能保证他开口说话、交代问题就行了。季专家能跟他一样？季专家那是专家，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，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，我再来这么一出，行了。所以啊，庞公安，你们呐，还是应该把季专家送到省城医院去。白大夫，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，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哎呀，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呐，送到北京、上海、武汉这些大城市，反正不能耽误。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。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，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。我相信您的本事。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，很多疑难杂症我是治不了的。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，你也得试试啊。庞公安，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，我被怀疑了，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？现在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，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。白大夫，您之前说过，医者仁心，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季丹阳见死不救的。我不是见死不救，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，还有人信我吗？我信，我和白慧都相信，您一定能治好他。小辉，小辉，进。哎呦，哎，闷在屋里，饭也不吃了，啊？快吃吧。怎么的？不理爸爸？忙什么呢？哟。掏药方呢，这么用功啊？丹阳一定能好起来，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。小慧，跟爸爸说说，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？是，我在意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跟珊珊和红梅姐一样。爸爸知道这季专家嘛是好人，可是小慧，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专家，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。专家也是人，是人就要救，这是爸爸您教我的。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啊，离这个人远点。为什么？为你好。我不。会跟爸爸说不了。啊，你长大了，爸爸的话多余的了。爸，葛云姐说，他这2天如果不醒过来，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！有什么关系？爸，我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，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，做题搞研究。我不想他终身瘫痪，一辈子躺在床上。爸，我求求你。你救救他，只有你能救好他，救救他吧。
损彼益己，物情同患，况于人乎？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，吾今此方，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，良有此也。来，难怪人们说呀，这世上啊，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。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？是。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？是，我是怀疑他。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？